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台湾队摕到世界棒球12强的冠军，不过签开始17号外国媒体看衰，到尾也着头名。队长陈杰宪甲主签选手陈冠宇比赛结束时拢斗目屎，因感谢团队做伙创造历史。兄弟冠军颁奖台，咱的奥会会歌响遍东亚歌坛，台湾选手向世界讲，无啥物无可能。踏实的走好每一步，然后我们走到了最后。我想要跟我老婆说，老婆，我做到了。当初答应你的，要拿年度 MVP， 但我现在是拿了世界 MVP， 这送给你，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总算完成战胜日本职业队的梦想，队长陈杰宪3届完好，陈冠宇底部的郭俊霖拢伫比赛了后大哭。可能是我没几次的中华队，对，所以很谢谢这次的年轻选手。有点回到10年前的21号，因为我们也是跟日本队连续打2场，然后一样是前一场是打消化式的，但我们那一场是输掉，但冠军赛我们一样是完封日本，希望可以跟10年前一样笑到最后。但我这些学弟他们做到了，让我有机会参与到世界冠军，也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打中华队了，对，谢谢他们。少年球员虽然无大哭，不过也是真激动和感动。我想哭可是哭不出来，因为感觉还没有反应过来，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梦，所以我觉得有点很不可思议的感觉。就打棒球都没有打过冠军，是从国小到现在，然后第一次冠军就是爱奇赛4场，蛮感动的。我也很对我们团队很感到骄傲，就是我们走到最后一天，然后到了最后一天还是拿到金牌这样子。平均议会72.5岁是这个守护队伍上少年，是安怎做到的呢？牛棚教练王建民、大家教练彭正明讲，啥物拢唔惊，团队凝聚力真强。大家蛮争气，而且投手、野手都将士用命。我觉得他们这一次真的打得太棒了。以前没有看到这些年轻的选手平板，就看着就是非常开心、很感动。带新世代球员创关，加入这一届王者总教练詹福古讲，替球员感觉良好，证明应甲世界强的对抗。我们是有能力去竞争的，那当然，我们是接近人家强队的一小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颁奖典礼了后，未少球迷无离开对赛场底下的球员，一直喊 Team 台湾，见证球队世界高梯历史。相信自己全力以赴，中华队从不被看好到拿到冠军，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感动。而这也是中华队睽违32年一级国际赛事的首面金牌。以上是公视记者林小慧、沈志明在东京巨蛋的采访报道。今仔日有啥物重点新闻？来看前劳动部长何培山，因为劳法司霸凌案落台，换洪新汉接部长职位。洪新汉针对霸凌案回息咧，讲要认真处理。不过外界质疑洪新汉今年2月就知影霸凌案也煞无处理。洪新汉是解说讲，伊主动时是立委，敢若会当甲劳动部反映问题。中华抓到违法的中人，介绍人去中国做活器官的手术，拢总都欠款，其中一个是外科医生。别人开300万至750万做手术，不过大部分做完手术拢活袂过3年。各项运钞车若像厝起拢分隔倒，搁弄着对向连接车，规台运钞车拢甲密密麻麻，加在车顶2个人无性命危险。若运钞车现金，互警方介护，当保全公司派别台车来载。再来关心国际新闻，以色列轰炸黎巴嫩死伤上百人，加两天真主党下250粒飞弹反击，造成6个人受伤。不过以色列嘛随即崩转去啊。以色列和真主党战备煞，有风声讲以色列有想要谈判要停战，不过双方针对协议的内容意见无同，也未瞧好势。
后边执委会副主席布雷利提示访问黎巴嫩，甲黎巴嫩的看守总理米卡提甲国会议长博瑞会谈。美国政治新闻网 Axios 最近伫社群平台 X 报道表示，以色列有意愿甲黎巴嫩真主党照美国提出的停火协议做协商，也无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引用以色列官员的消息讲，暂时双方对协议内容已经无共，佮需要解决，互布雷利敦促双方赶紧接受提案。We must pressure the Israeli government and maintain the pressure in Hezbollah to accept the U.S. proposal for a ceasefire. This was agreed. This proposal is pending with the final agreement with the Israeli government. 布雷利佮表示，后面会提供2亿欧元支持黎巴嫩的军队，嘛敦促黎巴嫩赶紧选出总统，结束国家2党内的权力真空状态。只是伫双方也未达成停火协议，真主党就伫当地日时向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军事基地加萨巴德发射250粒的火箭弹，造成6个人受伤。这个袭击是真主党对以色列上大规模的行动之一，为了保护以色列2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造成将近100人的死伤。对以色列嘛做反击，同一天空袭贝鲁特南部郊区，差不多12个真主党的指挥中心，这是其中一个所在，实际上是黎巴嫩军队的基地，造成1名士兵死亡，18人受伤。和以色列军方嘛向黎巴嫩政府回事咧表示遗憾。以下甲以来的冲突，嘛互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国内发生1名以色列籍的28岁犹太教的拉比科干，等于是犹太教的智者，甲进行领袖，互人捕杀。אני שולח גם בשמכם תנחומים מעומק הלב למשפחת קוגן. מדינת ישראל תפעל בכל האמצעים ותמצה את הדין עם הרוצחים ושולחיהם. איש מהם לא ינקה. 外国媒体报道，科干是伫伊失踪，日时互人发现伊的遗体。暂时当局已经逮捕3名嫌犯，不过暂时无公布嫌犯的名甲身份。而根据科干的官方网站记录，伊是伫杜拜互人绑票。广西新闻台是董炳玉。阿那俄乌战争嘛，犹未收煞。罗西亚总统普廷宣布，百姓只要签名做兵1年，就会使拄1000万的债，差不多是台票313万。另外，罗西亚嘛，阁请几百个也门佣兵加入战争。罗西亚和乌克兰前线的战事紧张。8月表示，自从2021年2月开战以来，罗西亚军伤亡已经超过60万人。英国国防部指出，罗西亚军伫10月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名阿兵哥伤亡。为着补充前线的兵，罗西亚总统普廷搁再出招，宣布只要签1年的兵，就当抵消1000万卢布，大约是新台票313万的债。进前搁强调讲会继续测试号名做真骨球上新型极音速的中程弹道飞弹。Добавлю, чт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акой ракете, средств ее перехвата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в мире нет,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И еще раз подчеркну, испытания новейшей системы мы будем продолжа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 наладить серий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Будем считать, что решение по серийному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этой системы принято. 罗西亚和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要3年，罗西亚积极招人，伫北韩派兵协助了后，罗西亚即马阁透过神秘的卖人口网络，招募数百名也门的佣兵投入战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普廷的目标伫明年1月20之前，甲乌克兰军赶出库苏克地区，而且罗西亚的空袭已经造成乌克兰港口严重损失。Від липня минулого року по цей місяць 321 об'єкт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и наших портів був пошкоджений ударами російських ракет та іранських дронів. 泽伦斯基强调讲，受损的拢是其他国家的船，毋是乌克兰的，因为乌克兰是全球主要小麦甲环米生产国，粮食安全透过港口输出真做重要的问题。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新政府的准国安顾问瓦尔兹日时受访的时呼吁罗西亚甲乌克兰停止升级战争，而且爱双方紧谈判。伊也警告外国对手，美掠船会当伫川普上任之前这几个月占着便宜。公司新闻电为人编译。加拿大北部的原住民因纽特人，因会用赛车犬来救赛车去拍蜡甲掠鱼。这赛车犬是因纽特人的交通工具，嘛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甲生活方式。不过，因纽特人饲狗的方式被甲狗仔连起来，造成原住民和白人等等其他的族群发生冲突。所以，加拿大政府伫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期间实施政策，杀几6000只赛车犬。强迫因纽特人爱放弃传统，开始定居。
2006年，加拿大展开调查，讲台西政策是为着公共安全，唔承认错误。一直到2019年，政府才回失的。那即阵加拿大政府是搁再正式回失的，嘛答应要赔偿大票10亿4700万。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nd all Canadians, I am sorry.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us. 这是加拿大政府第二届为着台细车检的政策，向因纽特原住民族人回失的。顶一届是2019年，向住伫搁较北边的巴芬岛的族人回失的。这届回失的对象是住伫魁北克省北部努纳维克的地区族人。关系北美洲原住民用哈士奇等品种的狗仔来游细车辅助拍拉掠鱼，这个生活需要的文化起源并无定论。不过，伫北极圈地区已经有8000年的历史。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的报道指出，因纽特族人的生活中正倚靠细车犬，不过毋捌甲狗仔绑起来，所以造成原住民甲白人等其他族群的冲突。加拿大政府伫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期间，下令警方射杀细车犬，致使一寡因纽特族人生活失去依靠。原住民族人指出，这个文化冲突伊的背后意义代表欧洲殖民主义者因的骄傲甲偏见，互族人到尾都要放弃掠鱼拍拉游牧生活，变做甲别人同款的定居民族。加拿大警方伫2006年的调查时认为，这是为了维护大众安全的必要行动，警方无任何疏失。It's going to go some ways to help the people that need the help, especially the elders that are still alive and the descendants of the families that lost their dogs.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原住民族代表是认为，这毋那是台细车犬。政府强迫因纽特部落迁徙到定居形态社区，互族人离开故乡，放弃传统的生活。魁北克省政府捌伫2011年向卢纳维克地区的族人回失的，这届是当地原住民头一届得到联邦政府回失的甲补偿。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第29届气候峰会刷稿决定2035年进前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国家，逐年拢爱提供美金3000亿来支援弱势国家应对暖化危机。不过，印度、奈及利亚、古巴等等国家拢批评讲，美金3000亿实在是伤少。主席宣布，第29届气候峰会 COP29 正式结束。经过真侪国嘅激烈谈判，甚至个延长会议，参加峰会嘅真侪国家上尾要协议新落一开发国家，到2035年前，特当至少提供3000亿美金协助开发中嘅国家，推动发展绿色经济，应对更加严重嘅气候灾害。It's the right thing for speeding up the clean energy transition, which is good for Britain and it will help protect us against climate change. 因为各国对气候永续问题已经真无共，互谈判一度用为破裂。有真侪开发中的国家真侪个气候离开，佮表示若是以开发国家无提供更较侪气候融资，会退出协商。而最后协议的3000亿美金，比暂时以开发国家所提供的1000亿美金，严格2025年对高级经协权，嘛比利提出草案的2500亿美金悬。部分国家只好接受。We were demanding 1.3 trillion, once again, 1% of global GDP. What we got was 300 billion.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provisions that were included on the last version of the text, which made Panama accept it. 我明形容这个气候融资协议是一个新机关。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是烦恼协议深度无够，敦促各国把这个协议看作一个基础继续发展，嘛强调和化石燃料时代结束在经济上是必须爱做的。也毋过包括印度、奈及利亚、古巴这国家，拢认为经济成少，显示已开发国家有寡不愿意履行责任，反对通过协议。另外，协议内底包括国家之间会当直接交易摊权，和已开发国家影响减碳状况真好的其他国家，被摊牌的下度来弥补家己的减碳无够。也毋过有专家烦恼，若是无严格监管，可能颠倒会减弱全球阻止气候暖化的努力。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玉。全世界温室气体第一是二氧化碳，第二是甲烷。虽然化石燃料嘛排放甲烷，不过畜牧业甲烷排放量是占全球4成遐济。那牛就是排放的主要来源，因为牛的消化系统真特别，食落腹的物件分解了后，无法度吸收的部分会变做甲烷，透过拍压甲放屁排出来。
这只牛的逐年会排放100公斤的甲烷，造成气候危机。真正有研究伫牛的饲料加海菜，或者是靠放屁水推广食物吧等等，想要减少饲牛、减少甲烷。那最近呢是有一项上新的方法，是研究开发药丸仔，互牛食，改变牛的胃肠环境，互牛袂阁排放甲烷。研究人员甲长长的讲话，对这只2个月大的牛仔囝喙内顺入去胃的内底，结果对伊的瘤胃内底抽出水样的样本。瘤胃是翻草动物头一个胃，因食入去的食物会伫瘤胃内底互微生物分解消化，无法度互牛吸收的副产物就变做氢气。科学家就是要利用这样本，研究甲氢气转换成做甲烷的微生物。因为甲烷袂互牛只消化，而是伫即个拍会排出来。所以讲科学家目标就是要开发改变牛只肠道菌的药丸，互牛只排放更加少，也是根本莫排放甲烷。The whole idea or the goal is to change the microbe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different microbes. So think of it very similar to when you are eating yogurt, for example, you are changing the microbes in your gut. 一只牛每年大约排放100公斤的甲烷，而且甲烷会用伫大气中存在12年左右。科学家讲，因讲全球一半的气温升悬是因为甲烷。虽然科学家无法度规气移除牛只胃内底产生甲烷的细菌，所以讲一方面互因食这个含海藻的饮食来减少甲烷的产生，更加希望经由基因的改造对源头来阻止产生甲烷的细菌。We have teams at Berkeley that are developing techniques to include CRISPR system into the microbes. CRISPR-Cas system has been used effectively in humans, in plants, large animals, but not in microbes. 研究团队就已经得到7000万块美金，大约代表23亿的资助，并且伫这7年内得到进展。科布雷布讲，因长期以来研究影响动物发展的方法，反对减少食肉类来拯救地球的保育，因为这口号无得甲对伊开发国家健康的大人有效。也毋过新兴开发中的国家，像是印尼5岁以下囡仔有生长缓慢现象的大约占20%，因正需要加食一寡肉类甲零制品来改善健康的状况。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来看英国爱丁堡推出一项特别的导览，因请无厝的人来做导游，帮助观光客了解在地生活，嘛互社会弱势族群，也就是这寡无厝的人有机会讨谈改变生活。You can put in them, you come out the big white gates, you get sent to Glasgow or Edinburgh, whatever prison you go to. So behave yourselves, that's where you go. 桑尼是一个英国爱丁堡的导游，负责解说温馨城市导览行程。温馨城市是一个公益计划，目的不是要观光盈利，是要帮助世界流浪的无家者听到歹名声。It was brutal to be honest, because I was addicted to drugs and stuff. I was shoplifting in and out of prison all the time. And then when I wasn't in prison, I was coming back out and I was homeless on the streets. And it was just like a revolving door. 桑尼家己都捌流浪过，伊的导览嘛甲人生经验结合，那介绍爱丁堡的犯罪甲刑法史，嘛分享各种支持无家者的公益机构，甚至流浪生活的细节，用真特别的角度介绍当地议题。互观光若是凊彩看看，伫2016年成立的温馨城市计划，帮助一寡亲像桑尼共款的人。这个计划提供就业机会，训练捌无家可归的人做导游。目前全英国拢总17个导游，还佫有100多人当地接受训练。When you're homeless, people don't look at you; they look through you, and you are invisible. So all of a sudden, to empower people to be visible and the centre of attention. And lead a tour, I think that'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And also, 幽冥议题这几年伫爱丁堡愈来愈严重，敢若今年无家者的比例都比旧年升悬8%。爱丁堡有一寡公益团体提供无家者直接的帮助，亲像带宿食物。若亲像温馨城市这种的计划，是更较进一步帮助无家者会当得到稳定的收入。更较重要的是，因帮助无家者找到社会网络的支持，这个帮助互因改变较早亲像恶性循环的生活模式，搁再找到正常生活的自信。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戴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